公道，有叔叔问计山中云夫妇，大了为神土神父。寒气呀，错看那，错看来山凹云，山凹云。唉，想到闯得极不好，真是感慨万千。王妃，义父对他不办通宵，今朝闯得草草埋葬。连却辜负义父的栽培，能做到的只是稳记善终，就权击败义父孤魂。人错嘅讲，因为年强，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亲爱嘅孝头啊！诶，两只山路看起来已经中间树上，第二个山高野外，应该是列夫所杀。不如暂时将他做人再规范列夫。总是抢了哦，总是抢了。请问，总是两位神路，可是你手杀？真是在下所为，不敌宗师。哦，既是宗师手杀，应当然是规范宗师啊。感谢你。感谢宗师啊，奇奇小事何就挂齿啊？我看两人喜欲非凡，为人生意，心中有意与他结交。错啊，不敌宗师，尊享太命。哦，才下连结，夹带接容颜。金山山下，原来是连年乡，才下朝鲜，本夜名山山下人士。原来就是同乡之人，真是有缘呐！诶，奇怪，风水呀！走到亚在山路，现在是头前又有一只拍兔啊！太阳用剑，毛一张，我看亚只兔诶，身上有血迹，已经是树上了，用做嘅就做得嘞。看起来今日一个身上真是非常闹热啊！今日落去做鸡呀？你还係沙中嘅土的呢？哼，你真是爱讲笑啊！你讲土的是伢嘅，有乜个真机啊？佢身上樹上就係真機啦。哦，咁講樹上嘅動物就係伢嘅嘛？喂，你這樣唔懂奇怪呢？按樣人蠻橫不講道理，你想去尋麻煩係冇？你真係奇怪咧哈！硬講伢土的是伢。算了啦，人講萍水相逢，
俺也冇让你中咯。俺讲梦满你俩只土的呀，也枉费莲香，让俺也都给情义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冇一件车咧，我带进去啊，帮就说。哦，这位英雄，你嘅个性真是爽吃的。俺也有感觉哦，老各位一见一故，讲到了家传金酒，小弟俺有一建议呀。看那山眼那钱，什么里有给我拿？山里全呐，深情来将两阿为阿潮，两为潮。今晚你俩大门，若阿真我是我那，潮家做东来呀添马酒，来添酒。小天係缺人嘅神，無鉗無瓜，那是無氣下應嘅羅教，真情小叫，豈不是羅仔嗎？讲起来真拄好，我也是孤家寡人，不如你一同前往啊！真是欢喜，就本小天来带路吧。哎呀，人出去讲，春天很无眠，这天气变分浮霜，应该也是爱落水的呀。也就会关地庙，不如今日撇意呀。少爷，少爷，啊，这个你是哪里呀？哎，你不会好像有人哦？太少爷，哎，你莫出声，看见了三爷，我慢慢个出头。你看，以前只有我一年，才了上山嘅所采大量回神，感覺無乜嘅面子，你還有你兩位人嚟陪伴，就算啊係落雨，我也感到非常嘅歡喜呀。言之有理呀。行你两人爹讲，都会孑然一身嘛。因為義父過身，義體永不下愛，故說將未來到這個山度，向義父奮此處，大力為先，並盡好土啊！英雄，你真是重情重義之人呢。我就簡單到了，我嘅屋卡就待在兔山山下，你兩位不言之處啊！母親做些菜藝事，父親過身少年時，拼以打鐵來度你，打鐵功夫應時。老太愛啊，死世父母做就來撇世，留下打鐵鋪來嘅回神，家菜啊來識得打鐵嘅好功夫。如做得啊，過了好日子，人講人品吃不斷，當天立地做好婚啊！大家真是有言，六位英雄，手提有意見，希望能為能得答應啊！是好一點啊！
身材好门，父亲名喊邱明顺。哦，原来英雄是名山太圣人，少年爱之子，真是很会呀！嘿呀，少年爱行山施尽，二类干热，然后金山都过神嘅中年爱强样，行山齐名。可惜啊，听讲中年爱也给秦仙子非常嘅不好，竟然将其错埋葬啊！唉，也该就是我恩宠义善嘅义父啊！万人稀罕，你个假情假义啊！父亲多次有名训，结告忠义一才尊。两位英雄，因为家中并无兄弟，见两位亦会肝胆相照之意，故所爱上，我求两位为咗一相兄弟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呢？是。莫非英雄你去羡么？非是啊！我今年24岁，俺21岁，俺21岁，安阳我为太，身上係遇到嘅太過咯。俺为师面前就会太过你过了。老太呀，莫非也就係天意？人講無考不成書，來到你官地廟中，拄好3年啊！奉孝嘅劉關張3鐵，義結金蘭。你廟上嘅所菜求強，正好下來結拜，相關天也為恩義作為見證啊！如此深厚啊！相高不论不一平，君子一念长久的。官体面前应难填，结拜3人谁同行？连kết秋弦求尊水為異鄉，基義結金蘭，則同心協力，救困扶危，松保國家，下安理想，不求同年同日同一生，只願同年同日同一死。今日真是歡喜呀！老太哥相逢，又加一個老太呀！太哥、老太，等到一天，不如兩位就先到我嘅屋卡寄宿，也好幫我介紹家父，幫你哋認識啊！你啊，豈不老教了？嘿呀，豈不如教？你係兄弟嘅，講乜嘅老教？再講父親歡喜就來不及咯。請兩位不要見怪呀。請。想。
你来试一比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哈哈哈哈！待在臭家嘅素菜，上伯伯臭怕父母气下嘅人，讲也是个款待。虽然有上诉到向天论之路，不过假使啊，非常嘅愧疚在我嘅情感队。今日看了春光非常深厚，宠爱了了，我在思考来将来嘅安排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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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要给强命叫啊哈！既然啊，咁冲到半晌呀！现日之间强强冲上来嘅啦哈，乃就系咪骂你咧？啊，爱冲你呀！有吗？你真是欠的！哦，算了算了，我让你计较了，标数了。哦总少爷，前几年已经帮你保护费咧，你阿妈没钱呐？没钱嘿么？没钱我就打，有钱啊！那真的没钱，你没带呀？哦，你正经爱干闲事啊？好，你既然爱干啊，来，两个人啊，欠俺4两银。你呀，退几万钱，我就冇去打击。这位太公，你真嘅欠几钱？嘿啦，所以我没钱帮你，你会从事这件事情你冇管，免得野火上身。你会从事，我求你夹走啦，夹走啦。买这个东西呀，难死死嘞，也系办法嘞，OK？哎，你冲嘛呀个？多嘛该，我突击转去，来，接一下，哎呦！又黑你，有吗？真是欠打！哦，你的嘿你，你有黑你呀，救命啊！你雄，你第二只乌山很见英雄，英雄啊，救命啊！夹掠着无赖啊，强强人给打死嘞啊！你睇啊，本爱嘅面子，又讲爱中家你睇啦。是死掉咧。乜该啊？你睇啊！了解啊！鲁莽公官啊，居然给你睇啊！哪会记得？做乜哪会记得？想要啊？哪会记得？已經挨總算明白咯，當時這太過，你才中間嘅為難。可惜這種太善人，竟然有暗用嘅不好子啊！唉，求賢弟啊，你應該冇要緊吧？唉，我冇要緊啊，你冇要緊哦，我冇有見啊！用招好你啦。那麼你要，你使唔使跟佢先走啊？你自己去生意哦。爱老人家哈，从头管地的妇女呀，哎哟，爱无骗啊，嘛强强个不骗的出来，爱劝来呀哈，想起爱年少之时的底记呀，嘿嘿，利用一下，爱人的身体还能行通，爱就出来。你来散散心，顺沙来那去拜访，后来发通那个经过，路上还有一朵哈，乜东西？哎呀！